山东的迎兵什么时候能到江北？可能快了。老爷，老爷，抓住了吗？抓住了。好。可是什么？你说话呀！那太监他不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假的？他是真太监。这不是他。你抓的这是谁呀？就是大内总管，是他自己说的。呸！你们要造反呐！啊！你也是大内总管？我进宫的时候还没你呢。干嘛？你哪儿来的？我哪儿来的？你们家能有太监吗？啊？当然是自进城了。啊？就是怎么一下子跑出这么多太监啊？呸！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麻烦大了！你干嘛？把他嘴给我堵上！如果皇上想出手，海关道近在咫尺，说拿就拿。哎，海关道就在明面上，没什么难的。可俗话说“蛇打7寸”，哎，抓几个人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他们经营这么多年，勾连着大半个江南的官场，手里啊一定会有一本大账，要拿就得拿那个。您是说，那个九宫？我觉得大有文章。海关道那哥3个不像成大气候的人，如果背后没有高人，他们干不成这么大的事。可是这个人藏得很深，我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找个人打听打听啊。怎么样，老实了吗？吃饱了就喊，饿了就不喊了。开门。2位大人可好？午饭还没吃呢吗？啊！李卫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算了吧，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想干什么？李卫，你擅自扣押朝廷大员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不瞒你们说，就算我现在把你们推出去斩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敢？我可以先斩后奏。我可是朝廷的2品大员，拿不出真凭实据，我看你有几个胆子。亏你们当了这么大的官儿，这么点事儿都干不利落。你说什么？别听他的，他这是吓唬人。李卫，你这套玩意儿，在这儿没用。哼，是吗？抬进来。是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凭着2口破箱子就想给我们俩定罪吗？那可说不准呐。难道不想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吗？大不了是个死人。心里不哆嗦？我问的案子不比你少，抬尸炸供的把戏，我见得多了，别来这套。有胆量的就打开看看。死人不会说话了。我看未必。刘宝。是。哎，去看看呢。还有一个呢。你这套把戏啊，嫩了点儿。
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，王普怎么也没个信儿啊？我也正担心，这江宁城里真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朕不能再等了。哎，皇上，没有援兵，皇上不能动啊！夜长梦多。哎，皇上，要不臣去找找李卫？找他干什么？他毕竟还是牢靠的，没他就办不成事。他知道的应该最多。我看未必，不用找他。皇上有旨，马上赶往江宁城。好，快走！怎么样？我现在把你们推出去斩喽，应该没话说了吧？不，右杰兄，右杰兄啊，高抬贵手啊！看在同僚的份上，也是递了辞官折子的人，实在不想从我这儿再多出几个死鬼。是。像你们这号的，想杀也杀不完，杀了一批，还会上来一批。是，大人饶命啊！可是亡命在身，我也得交差呀。是，不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那我问你们点事儿，知道的都得告诉我。一定。九公是谁？九公说让你们马上去残荷斋。大哥呢？在九公那里。让我们都过去。都过去。九公说让你们安顿好各自的家眷。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这是九公的原话。下一步怎么办？走吧，去海关道。那只是几个小角色。参见皇上。来了。山东兵备道提督陈徐昌杰，徐州绿营左领奴才穆尔勒，恭请圣安。就是这儿。这残荷斋怎么起了个这名字？叫门。是。来的可是李卫李大人。你怎么知道李大人会来的？九公说李大人差不多该来了。请进吧，九公在里面等您。小事寒酸，不常来客。冷清了些，随便坐吧。久闻
名号，今天能见一见，也是老叟的荣幸啊。雍正爷的确有过人之处，当位之年不过1时有3，就把大清弄得库府充盈。从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上看，已经得见一斑。想当年四爷还在雍底，和13爷南下办差，你假冒钦差舅母，好像也就在这一带吧？您倒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的双腿已经失去多年了，身有残疾的人呐，心目就会比常人清晰一些。您让人迎候在门外，好像知道我会来。照我的估算，你会来得更早一些。自从我听说朝廷派出个巡检使叫李卫，我就已经预感到不妙了。当然了，你想啃掉我海关道这块骨头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可你突然停了，照我所知道的李卫，这点挫折不足以让你停手吧？一开始我想，是不是李卫老了，魄力不如从前了？或许是你官场混得久了，老到油滑了，试出了其中的深浅，不想再往这坑里跳了。不管是哪一条吧，反正都在情理之中，对不对呀？直到后来，我才猛然意识到，你之所以迟迟的不动，之所以退居于后，这其中是另有原因呐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当时啊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是什么事值得李卫如此耐得下性子？是什么人值得你李卫如此的周旋呢？直到他们无意间抓到了一个真的太监，呵，这一下我可是豁然开朗，原来是皇上到了江南。快，驾，走！跟上！快点，你们往这边！仔细搜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仔细搜！快！搜仔细了！快点，快！快点！这边！启禀中堂大人，没有发现什么。跑了。皇上，这儿有一个。哎呀，反了，反了！人呢？灰主子都走了，跑的跑，散的散，回老家的回老家了。那沙家三兄弟呢？也跑了？好像让一个叫什么九公的人给招走了。找个人带路。皇上，您还要亲自去？朕就要去看看，九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快，备驾！是。还有什么人来过吗？李卫没来过。主子，这回他可走到您后头了。我还没请教您的尊姓大名。山野村夫，这个名字嘛，
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我排行在9，他们都叫我九公，您就自便吧。海关道的沙家3兄弟，是您什么人呢？那3个孩子，自幼失户，家境贫寒，是我一手把他们带大，是我为他们捐的生源，也是我为他们谋的这个阙。他们3兄弟干的这些事，都是您的主意吧？不错，都是我一手教的。大清的这个海禁，禁得好啊！本来是有钱可赚的，可偏偏要堵住。既然天朝物产丰盛，不屑于沟通外洋，那这点便宜就留给我好了。我本来可以给他们安排更体面的事情，可是我告诉他们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只要用心，在哪儿都有一番作为。好一番作为啊！你不要笑，什么作为不是作为啊？你为主子卖命，心甘情愿地当个奴才，那就算是有作为了吗？什么为民请命，什么清正廉明，两袖清风，什么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又怎么样？即便你是屈原在世，海瑞在生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该亡的还是要亡，该灭的还是得灭。我知道啊，嘿，你这个人书念的不多，和你说这些也没用。哼，起码我哪儿都敢去，用不着躲躲藏藏的。我又不唱戏，见那么多人干什么？虽然你呀，做到了直隶总督的位置，起居八坐，前呼后拥，你就真的舒服？你那个四爷好伺候吗？如今这位新主子好伺候吗？不照样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！我这里量入为出，贪官也好，奸商也好，5分成也好，4、6分成也好，好坏都是自己的。你呢，费的心思不比我少，照样需要闪转腾挪，到头来奶妈抱孩子还是人家的。谁更值一些呀？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脚知道。你这么一个摊子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问得好，问得好啊！我一个摊子，能吃多少？能穿什么？广厦千间，夜眠7尺。我要那么多钱，有什么用？哼，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。知道什么叫游戏吗？我这个人呐，倒是从小就爱玩好赌，哎，什么麻将、纸牌啊，掷骰子、开宝盒，样样拿手。而且呢，是赢得多，输得少。不错。一场游戏一场赌，一样的好玩。只是，你赌的不过是金银财宝，我玩的却是一个一个的大活人，还是比你有趣多了。这些呀，都是能为我推磨的鬼。从本省上下，到周边4省36道，有这么多的人拿了我的好处，却是我留的名气差。
你来的这些日子，没少吃苦头吧？别看你口嫌天命，又能怎么样？是你的招呼灵啊，还是我的招呼灵啊？啊！拿去。这么要紧的东西，你拿给我看。我说过，是一场游戏，知道怎么玩法吗？这个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你的游戏还是跟银子脱不开。有句老话，叫千里做官，只为财呀。可惜你碰到的是我。这游戏到了最后，你还是输了。输赢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反正游戏，不管输赢，总是要收场的。千里大凉棚，没有不散的宴席呀。拿去吧。你倒挺大方。赌局结束了，这也就没用了。这里边都是猛料啊，那可是半个江南的官场，可以邀功，也可以要挟。拿着它想当海瑞也行，想做邓通也行，不管怎么用吧，弄好喽，你都将享用不尽呐。当然啦，也不能让你事事如意。东西你可以拿走，人你是带不走了。我让他们先走一步，我待他们视若亲生，我不会让他们去披加戴料，再受欺辱。快点，快点，快来来，动作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是不是又有什么人来了？我想大概是皇上吧。我这片残荷呀，今日还真招来了不小的雨声啊！残荷斋，留得残荷听雨声。危险，没有必要。小民身上不便，不能行礼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这都是你的杰作？那是很好的毒药，不疼不痒。我见过。皇上富有四海，自然什么都见过。天子驾前，还不转过身来？
你就是那个叫九公的高人，你的手笔不小啊。皇上谬讲了，其实当初我也是想效命于皇上，16岁就复科赶考，连入3次南围，可叹呐，科场黑幕重重，结党营私，各自网络。像我这样无根无据的人，纵然是文章写的花团锦簇，也照样是被人顶了下来。我带着一帮落地的举子去祭孔庙，被当时的学政抓了起来，打断了双腿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许下一个暗愿，我要看看，不要那3颗2榜，不去跳你的龙门，不用出将入相，是不是可以照样的呼风唤雨？接着说。那我就回皇上一句：草民的梦想做到了。海关道啊，是个好地方啊，左手通着官，右手通着商，官商互补，左右逢源。道德文章换不来的，白花花的银子能换来。别太相信你的那些位列3班的文武大臣，道德文章个个写得天衣无缝，转过身来呢，没几个是一身清白的。也许那才是人之常情。费了9牛2虎之力爬上去围观一场，干什么？总要有个贪图吧。光宗耀祖、印蒙子孙、前呼后拥、起居八座，那都是需要钱的。所以你贿赂了半个江南的官场，那不叫贿赂，那叫各取所需。这里边学问大了。这也称得上学问。当然了，不信你可以去试试，直通通的往人手里边塞钱，也不是那么方便的。我这些财物都是卖给他们的。卖？不过价钱另说了。一座院子，100万两是价，100两也是价。一颗祖母绿，1万两是价，10两它也是价，各取所需嘛。我送的踏实，人家拿的也踏实。想当年呐，我本来想凭着3场好文章，上苑探花，蟾宫折桂，到时候能传炉唱名，金殿面君。谁知道到头来，却是一枕黄粱痴梦。而今天，我拿百官当儿戏，是枉法如粪土。不但梧桐引凤，百鸟来朝，最后竟有大清天子驾临寒舍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！不，劳你们动手，我已经吃过药了。要是你们早来一步，那就更好了。我那本账册
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什么？聪明人，真是个聪明人呐！果然是个会玩游戏的聪明人。你要说什么？这个好东西就留给你了。是什么？皇上已经露面了，他已经下旨召见4省36道的所有官员了。他看到那本账册了吗？看到了。哎，他会怎么样？我要是知道会怎么样，我就拿回来了。那可是个烫手的东西啊！哎，要是依着您会怎么办？依着我就把他们全都埋了，顶多臭块地。说容易，那可是大半个江南官场啊！真要是动起来的话，会牵扯朝局，不是好玩的。所以我才留给皇上的。既然皇上下旨召见，想必是要有所动作了。皇上现在肯定在气头上，别忙，再看看。哎，您可是奉旨的钦差啊，您不能再躲了，该见的也得去见。说的是啊，我也得交差啊。不过呀，千万要悠着点儿，别撞在枪口上。当个笨蛋总不难吧？回主子，各省奉诏的人都来了，住在城外，随时候旨。知道了。这些名字，你挨着个的给我对一对，一个不能少。皇上，未求见。总算露面了，不容易啊。臣李卫，恭请圣安。这江南的水土不错，我看你好像养胖了。臣就是在这一带长大的，来了以后吃什么都香。这我倒信。可是你还是巡检使，干了点什么正事没有？臣不敢懈怠。你离京的时候可是有言在先的。臣记着呢。海关道破大清海禁，沟通不法奸商擅做海外交易，罪恶昭彰，查有实据。这我已经知道了，还有什么？有报说，海关道的沙氏3兄弟已经畏罪自杀。这我也知道了。皇上都知道了。说些我不知道的。臣还查出了受贿官员。谁呀？江宁知府陈宝坤。你李卫就这么大点本事啊？就找出了个知府？不，还有是大员，巡抚谭世成、江苏按察使刚林，都是皇上亲见的封疆大吏。那是你抓的吗？是臣抓的，臣在半路上把他们给劫回来的。
那时机抓得不错，结得挺是时候。哎，是，兵贵神速。给我退下！这。 来人，在，把谭世成他们带上来。这。谭世成，朕放你在江苏任官的时候。 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记得。你记得什么？臣有负主子重托，臣有罪呀，有罪呀！臣也有罪，臣也有罪。你一家都是有军功的，几代主子对你们都圣眷有加。 朕又给你加恩，超拔检任，你都干什么了？奴才，奴才，你也配在朕面前称一声奴才？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饶命！你那战龙做得挺结实的，好手艺。 不知皇上属的是什么龙？抬起头来，看看我是谁。吓死了！拖下去。这，拖下去。这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我为什么要饶你们？臣已经戴罪立功了。哦，你立什么功了？在此之前，臣已经向李卫李大人主动交代了，还向李大人供出了海关道的幕后指使啊！什么？是一个叫九公的人呐。对，你告诉了李卫？是啊，臣把知道的都说了。那李卫已经见过九公了？对，肯定去见过了。皇上开恩呐！皇上开恩呐！开恩呐！皇上，我本来可以开恩，降一等发落，永不续用也就是了。皇上仁慈，皇上仁慈啊！可现在朕改主意了，来呀！在，充军乌利亚苏台，欲射不射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
你猜猜，是哪一面？主子在求签问卦。要是这卦中真能有朕要的就好了。朕给朕出了个大难题。这么多人尽数受贿，不抓吧，无以朕纲纪；要是都抓了，行大狱不说，半个江南的官场一旦垮掉，将要勾起多少人事纷争？弄不好就会朝局动荡，光摆弄人事，就得搅得天昏地暗，还干什么大事？可这一笔笔的记得清楚明白，真的放过不成？你还记得那个九公在临死的时候说的什么？他好像说，谁是个聪明人？他就是指的这本东西说的。他是说，皇上是聪明人。朕已经问出来了。李卫在朕之前，已经先到过那里了。他夸的是李卫。李卫见到账册，但是并没有拿走。那位九公才夸他是聪明人。这个东西，现在要是在李卫手里就好了。他出面弹劾，皇上恩赐上出，既揭开了盖子，又可以避免时局大乱。李卫啊，李卫，你这官做的真快成精了。事到如今，骂他也晚了。现在要是再给他送去，那就成了皇上授意，臣下担责，有失光明正大的人主之风啊！皇上，要不臣出面参劾吧？你是当朝宰辅，是要协理阴阳的，不能树敌过多。这是什么？这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什么？一座园子，100两银子，卖给了大内李总管。李总管就是李卫。他出京的时候说是要便宜行事，向我要了一个内务府的官房。李大总管，李卫。朕给你个差事去办，你去见李卫吧。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